想變靚條眉，仲唔快啲嚟看秀眉？唔知大家係咪準備去旅行呢？去旅行梗係要整翻堂眉啦。我之前條眉本身就係覺得濃密程度唔係好平均，而家成條眉嘅俾我嘅感覺就係好自然咁樣啦。以前我條眉咧就係可能前面比較疏，後面比較濃咁樣啦，但係而家成條眉睇落去就係好平均咁樣啦。我覺得呢度嘅環境比起其他鋪頭啦，即係我知道有啲鋪頭可能就係私隱度冇咁高嘅，即係唔係獨立間房啦，或者係直接拉個簾就算。但係咧就咪呢度就係一對一服務嘅，咁就係有一間獨立嘅房啦，私隱度比較高啦。其實呢，艾米麗她的眉毛呢是比較好的。它的毛流感還有它的毛髮的濃度都是比較多的，但是呢，眉毛太多也不見得是件好事，因為它比較散，它的雜毛比較多，野生眉的感覺。但是它的臉型整個五官都比較小小女孩子的樣子，所以說就要有柔和一點的眉毛。所以說我就想更適合她的應該是柔和一點的，就幫她修掉了一些雜毛。它左邊眉毛上邊呢，我會幫她加一點點的毛流感。佢專業嘅位就在於佢每一次幫我修眉幫我睇嗰陣都會同我講翻有啲乜嘢位係需要改。每次整之前呢，都會問個意見先啦，同我講翻有啲咩位需要改善，呢個位係做得幾好。好了，如果你的眉毛也比較雜亂，或者是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的話，可以來韓秀眉找我咯。